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会见英国学生和印度专业人士，强调人类一体性理念；藏人行政中央驻华盛顿代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达赖喇嘛尊者向藏人青年志愿团给予教导。斯詹洛桑桑格同意大利南蒂罗尔省行政长官进行会晤。斯政出席在意大利罗韦雷托市举办的悬挂西藏国旗活动。丹增德列仁波切侄女呼吁特朗普总统支持西藏，促使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会见英国学生和印度专业人士，强调有关人类一体性理念。上周三7月10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达兰萨拉的住所内，与来自英国金斯伍德学校的学生和来自印度的专业人士进行了会晤。在长达1小时的会议期间，达赖喇嘛尊者谈到了涉及人类福祉的各种有意义的话题。尊者断言，他不喜欢强调人类所形成的形式，这只会造成障碍。因为尊者提到生与死不需要形式，因为他来自未经宣布。Community, then the person much happier. So now problem is when we are young, say 6-7 years, the children don't care the other children's religious faith or nationality, don't care. There is, I think, a pure spirit of sameness of human being, I feel. 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华盛顿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安迪莱文，介绍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呼吁议员敦促中国政府尽早与达赖喇嘛尊者或其代表间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和谈。上周五7月12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驻华盛顿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安迪莱文。代表欧洲次人向议员安迪莱文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例如不断遭严重践踏的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不断恶化的西藏生态环境，遭灭绝的西藏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以及自2009年开始不断发生的上百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代表欧洲次人呼吁国会议员支持任命一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并敦促中国政府尽早与达赖喇嘛尊者或其代表间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和谈。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节目。上周五7月12号，在藏人行政中央志愿团的组织下，在行政中央各部门中志愿服务和实习的23名藏人青年，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尊者寝宫内，有幸拜见到了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向这些藏人青年给予教导时，提到了作为年轻一代的藏人青年维护和发扬西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尊者指出，먼저 보다 심슈 편에 라야 말다. 죄송아. 저도 더도 못해. 자 준비기 견학을 줘주고요. 간다 개미 뿐이 좀 나로리야. 자 안다 파크 개미 시주 줘 봐. 배우터 심심해 시주. 자뒤 준비 통금도 다 배배도 시주 쓰면 돼.
지금 뭐였는지 팀버치 다 시주 사월 선고 두신 근데 그 시도 때문에 그래서这其实실리 자체는 막 심수천이 교묘신 대로 그래서 얘는 그想过 국부에 想过 말이에요. 그래서 벽이 쳐져서兄弟 뭐는 저물리는 너무 좋으시다. 저물리는 판단이 되지 차도가. 제가 그 우리 소소兄弟也想过起来的，我起来竞争的，是就是的，不咋去，哎呀。此外，本周四7月11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访问意大利北部南蒂罗尔自治省首府布尔扎诺，同该省行政长官阿诺科博切博士进行了会晤。当前，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在回避会见流亡藏人领导人的时候，南蒂罗尔省行政长官阿诺科博切博士正式欢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到访，并承诺将继续大力支持西藏获得真正的自治。7月12号，司政罗萨桑格出席了在意大利北部特伦托自治省罗韦雷托市镇的和平钟前举办的悬挂西藏国旗活动。意大利国会议员阿尔贝托·罗博士和市长弗朗西斯出席了活动。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丹增德列仁波切侄女呼吁特朗普总统支持西藏，促使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本周三7月17号下午，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随缘行办公室会见了来自缅甸、越南、朝鲜、伊朗、土耳其、古巴、尼日利亚和阿富汗等17个国家的27位宗教迫害幸存者，其中包括西藏康区已故高僧丹增德列仁波切的侄女尼玛拉姆。在此期间，尼玛拉姆呼吁特朗普总统继续支持西藏，并促使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能够返回雪域西藏。总统川普对到访白宫的27位因坚持信仰遭受迫害的人士说：“你们所承受的痛苦是大多数人无法承受的。我要向你们祝贺，我很荣幸能跟你们在一起，我将永远与你们并肩站在一起。”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新闻，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您收听收看今天的新闻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